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我哋係咪真係可以同彼岸嘅親人溝通？點先至可以做到嘅呢？書入面有一個章節叫搭建橋樑，約翰詳細講解咗點樣建立同彼岸嘅聯繫。佢話，當一個人往生離開之後，我哋慣用嘅溝通方式會暫時中斷，直至新嘅模式建立為止。而呢種新嘅溝通方式係以心靈同直覺作為管道。溝通嘅關鍵係提升自己嘅振動能量。靈界嘅頻率比我哋物質世界高好多，所以我哋需要透過冥想、放鬆同埋打開自己嘅心靈，保持信任，去調校自己嘅頻道，先至可以接收到彼岸嘅訊息。約翰強調，溝通係雙向，你嘅親人其實都好想同你聯繫，好想話俾你知道佢過得好好，更想你放下悲傷。佢哋只係等緊你調校好心靈嘅頻道。張師奶同阿大已經搭建咗一條專屬嘅橋樑。我知道我哋同彼岸嘅親人之間嘅聯繫其實從來冇中斷。只要你願意打開心扉，你就會發現原來佢哋一直都喺度。